火象星座白羊獅子射手。2026年7月運勢總體解釋：迎風展翅，點燃夏日的高光時刻。步入7月盛夏的熱浪滾滾而來，這無疑是屬於火象星座白羊座、獅子座、射座的主場。在這個充滿能量與激情的月份裏，天空中的星象正悄然為你們注入一股全新的推動力。群星的位移不僅點燃了你們內心的渴望，更催促住你們將過去幾個月累積的構想付諸行動。本月火象星座的關鍵詞是聚焦與顯化。你們會發現自己的直覺變得異常敏銳，原本模糊的目標開始變得清晰。然而夏日的燥熱也容易帶來情緒上的起伏。如何在保持衝勁的同時避免盲目的衝動，將是你們在這個7月需要共同修煉的課題。白羊座 Aries 破繭成蝶，重塑自我的行動派。親愛的白羊座，7月的到來對你而言就像是一聲清脆的法鈴槍響。過去一段時間，你可能總覺得有一股力量在壓制住你，或者有些計劃在臨門一腳時踩了剎車。進入7月後，這種鬼打牆的悶熱感將一掃而空，你將迎來一波強勢的築底反彈。事業運勢，主動出擊打破僵局。在工作方面，7月的白羊座充滿了電，展現領導力。你在團隊中的話語權顯著提升。如果過去你一直默默無聞，這個月將會有一個關鍵的項目或緊急事件需要你站出來主持大局。不要猶豫，這正是你展現果敢與擔當的絕佳時機。職場貴人現身，大約在月中旬，你可能會遇到一位年長或經驗豐富的職場前輩，對方的一席話或一個引薦將幫你打通某個卡關已久的瓶頸。轉職與創業契機，想要換工作或自己創業的白羊，本月下旬會收到明確的面試通知或合作意向，請務必做好充分準備。你的自信將是打動對方的最強武器。財富運勢，正財穩健，偏財需防衝動消費。收入上升，隨住事業的推進，你的正財運如薪資獎金、業績提成表現亮眼，付出與收穫成正比，這讓你感到踏實。守財考驗，挑戰在於你的好賞心理，因為工作辛苦，你很容易在購物、社交、娛樂上大手大腳，特別是看到喜歡的3C 產品或潮流服飾，容易一頭熱地下單。建議在付款前先給自己24小時的冷靜期。情感運勢，直球對決，告別曖昧。單身者7月的社交運勢相當旺盛，你可能會在朋友聚會、戶外運動甚至出差途中遇到讓你心跳加速的對象。白羊座一向不喜歡拖泥帶水，本月你很有可能一改常態主動發起攻勢。有伴侶者，兩人的互動充滿活力，但也容易因為說話太直接而引發口角。記住，伴侶不是你的下屬或競爭對手，說話前多站在對方的立場想一想。溫柔的白羊往往更具殺傷力。4、健康與生活建議，精力旺盛的代價是體能的過度消耗。本月要注意火氣上升的問題，如牙齦腫痛、皮膚冒痘或睡眠品質不佳。飲食上建議多吃清熱解毒的食物，並保持規律的作息。獅子座 Leo，王者歸來，蓄勢待發的蓄能期。7月太陽將逐步移向你的本位宮，這意味住你的主場月即將隆重登場。在生日前夕的這段時間，你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內部重組。你開始反思自己的價值，並着手剔除生活中那些不再適合你的繁雜人事物。事業運勢，內省沉澱，厚積薄發。相較於白羊座的向外衝刺，獅子座在7月前半月更多的是對內整理、幕後策劃。這段時間你可能不一定站在最耀眼的舞台中央，而是在後方默默做準備、修改計劃或學習新技能。這並不是退縮，而是為了接下來的王者歸來積蓄能量。應對職場八卦，月中職場上可能會有一些流言蜚語或辦公室政治干擾到你。聰明的獅子此時應該選擇保持距離，不參與，不表態，用專業實力說話，
謠言自然會不攻自破。下旬迎來高光，到了7月下旬，隨住太陽進入獅子座，你的能量將徹底爆發，你提的方案會更容易獲得主管認可，項目的推進也會變得順風順水。而財富運勢，理清債務，精準投資，財務重組。7月非常適合你重新檢視自己的資產狀況，把過去混亂的賬目理清，或者把一些不必要的定期扣款訂閱服務取消。投資直覺，本月你的直覺在投資市場上相當管用，但切忌跟風。如果你對某個領域關注，以9月中是一個適合小額試水溫的時機。而情感運勢，褪去防備，渴望深度連結單身者。這個月你對那種流於表面的調情失去興趣，轉而渴望能與你產生靈魂共鳴的伴侶。你可能會在一些知性的場合，如書店講座或心靈成長課程中，遇到思想深刻的對象。有伴侶者，這是一個適合與另一半探討未來長遠規劃的月份，無論是買房結婚還是育兒計劃，開誠佈公地談一談，能讓兩人的心貼得更緊。少一點傲嬌，多一點坦誠，對方會更懂你的心。4健康與生活建議，本月需要特別留意心血管系統與眼部疲勞。長時間盯住熒幕的獅子座，記得每小時讓眼睛休息5分鐘。此外，適度的冥想、瑜伽或靜坐能有效緩解你內心的焦慮感。3射手座 Sagittarius， 開闊眼界，追逐星辰的冒險家。對於天生熱愛自由的射手座來說，7月是一扇開啟新世界的大門。9宮的能量被放大，激發了你強烈的求知與探索欲。不論是身體在路上旅行，還是靈魂在路上學習，這個月你都停不下來。一事業運勢，開界融合，格局大開。7月射手座在工作上的視野變得非常宏大，你不再滿足於眼前一成不變的事務。跨領域合作，你很有機會接觸到跨部門、跨行業甚至跨國界的項目。這種新鮮感會極大地刺激你的工作熱情，雖然過程中需要適應不同的文化或工作模式，但這對你的履歷是一次極大的加分。出差與培訓運，本月出差外派或參加專業培訓的機會增多，千萬不要覺得麻煩，這正是你擴展職場人脈、建立個人品牌的黃金時期。注意細節，射手座常常宏觀有餘，微觀不足。在處理合約條款、數據報表等細節時，一定要多檢查幾遍，避免因為粗心大意而留下隱患。2財富運勢，遠方帶財，注意隱形開銷。外地財運，你的財運往往與遠方相關，例如外匯投資、海外代購、跨國貿易，或是因為出差而獲得的額外津貼。旅行開銷，由於本月出遊或社交的意願強烈，機票、住宿、聚餐等花費會直線上升。好在這些錢多數花在豐富人生體驗上，只要在預算範圍內，都算是高價值的投資。3情感運勢，在遠方或學習中遇見愛。單身者，桃花運多與異地或校園相關，在旅途中異地戀，或者在學習新技能的課堂上，你很容易被那些幽默風趣、閱歷豐富的人所吸引。有伴侶者，兩人如果能安排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，將會極大地重燃感情的熱度。如果時間不允許，一起去看一場異國風情的電影，或嘗試一家沒吃過的外國料理，也能為日常生活增添不少情趣。4健康與生活建議，出門在外的射手座，本月要特別注意腸胃健康與水土不服的問題，飲食切忌貪涼生冷食物，要適量。另外，進行戶外運動或冒險活動時，務必做好防護措施，防範腿部或關節的拉傷。2026年7月，火象星座能量加油站。總體而言，7月對火象星座來說是一段高能量、高回報的時光。白羊座要學會借力，用團隊的力量放大自己的衝勁。獅子座要學會等待，在暗處磨亮自己的寶劍陣，待出鞘之時。射手座要學會聚焦，在奔向遠方的同時，腳踏實地踩好每一步。
夏日的陽光毫無保留地灑在每個人身上，而火象星座的你們本身就是這盛夏裏最耀眼的光芒。請帶住這份自信與熱情，大步邁向屬於你們的7月吧。